现代台语版圣经速度行传第27章，非斯都已经决定阮着坐船去意大利，因就将保罗甲其他的犯人交互皇家警卫军一个名叫尤留的军官。阮坐一只对阿代米甸来的船，这只船拄仔要沿亚细亚省几若个港口开船，有一个对帖撒罗尼迦来的马其顿人阿里达古甲阮做伙去。隔日，阮到西顿，尤留真亲切对待保罗，准伊去见伊的朋友，受因招待。阮对遐搁开船，因为逆风就顺塞浦路斯岛往闪风迄边行。阮经过基利加甲庞菲利亚的外海，来到鲁加的米拉。伫遐，军官尤留找到一只对亚历山大来的船，要开去意大利，就叫阮上迄只船。连续几若日，船行真慢，勉强才来到吉尼土的外海。因为受到风的阻挡，阮就顺克里特岛南边往闪风迄边岸，行对萨摩尼角过去。阮的船顺海行行，勉强来到离拉西亚无偌远一个叫做安全港的所在。阮已经前真侪日，搁因为记者的做期嘛过了，行船危险，所以保罗劝大家讲：各位先生，我看咱继续行船，毋若迄米甲船，连咱的性命都会拄着危险，搁大损失。毋过军官宁可相信船长甲船主，毋听保罗讲的话。搁即个港口嘛无适合过冬天，大部分的人赞成开船，望会当赶去腓尼基过冬天。腓尼基是克里特岛的一个港口，一面往西南，一面往西北。迄时南风微微啊吹来，大家想讲为顺利到目的地，就起定往克里特岛的海墘行。无久，有一阵叫做尤拉吉罗的东北大风对克里特岛扫落来，船互风扫，驶袂行，就出在伊漂流。阮来到一个小岛，叫做高台的南边，闪风的迄边岸，勉强将救生艇绑好势，然后水手将救生艇拖起来船顶，用大绳甲伊捆地。因行了船伫塞尼底的沙洲靠浅，就落旁，出在伊漂流。暴风继续吹，隔日因开始将虾米弹落海。第3日，因搁亲手将船顶的气库弹掉。真侪日，日头看袂到，星嘛看袂到，风影继续拍甲真厉害。最后，阮完全放弃得救的愿望。众人真久拢无食。保罗徛伫因中央，讲：各位先生，恁早若听我的话，无对克里特开船，就袂拄着即款的危险甲损失。现在我劝恁着勇敢，恁中间无甲一个人会丧失性命，干焦会失落即只船也定。因为我所属所敬拜上帝，早暗有找伊的天使来对我讲。保罗，免惊，你一定会徛伫皇帝面前。上帝已经将船内拢总的人交托你啦，所以着勇敢。
因为我相信代志一定会照上帝甲我讲安尼实现。不过，咱一定为伫一个倒数靠浅。到第14日的暗时，咱还伫阿德里亚海得漂流，到半暝，水手想讲阮得要划棍落地，就等测量师落去探出有40公尺深，较进前搁探一遍，探出有30公尺深。因行了船，落着暗礁，就对船尾拍死个定，即切听候天更光。水手想要放杀船逃走，将救生艇擂落去海里，假做要对船头拍定。保罗对军官甲兵丁讲：这人若无留伫船顶，恁就无救。兵丁就暂断救生艇的绳，互伊留去。天要光的时，保罗劝众人着食，伊讲：恁已经听候14日久，拢无食，所以我劝恁着食一寡物件，才会当活落去。恁连一支头毛都袂失落。保罗讲了后，摕饼，伫众人的面前感谢上帝，擘开食。众人心就定落来，摕物件食。甲阮同船的人拢总有276个。大家食饱了后，将麦仔等落海，互船较轻。天光的时，水手毋捌迄个所在，不过因看到有一个海湾有沙滩，就想看会当将船驶上滩也袂。因甲绳暂断，将定下落海，搁透开船大的绳，甲船头的篷吊起来，互伊食风，互船驶上滩。毋过船落着沙坪，沙靠浅，船头甲条地袂振动，船尾互大影拍破。兵丁惊了犯人受水逃走，想要甲因拢杀死。毋过军官爱要救保罗，就甲因阻止。伊命令会晓游的人先跳落水，受上岸。其他的人则利用船帮也是船的破片上落，最后众人拢安全上岸。